欢迎收听7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诗篇141篇到143篇，祷告，因为我需要。我们在先前好几天透过应验牧师的分享，都听见了祷告所带来使人的生命改变的因子。而今天我们再更深的来说，祷告，因为我需要。诗人在祷告中不仅是满足了需要，更是看见需要祷告这件事的本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在诗篇的142篇5节，上主啊，我向你求助。上主啊，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今生所需要的一切。一位牧养许多的人，在过去20世纪的时候，这位有人说是灵修学大师，有人说他透过他自己的生命向下的移动，在跟众人分享见证那个跟上主很亲密，透过祈祷，透过灵修，跟主有一个神圣会遇。这位老师他叫做卢云，他其实是一位神父。在他所写的书当中，他曾这样说：上主时刻向我们说话，方式多样，但必须有属灵明辨，方可听到上主的声音，见上主所见，读到日常生活中的征兆。也就是我们的主其实无时无刻都透过这整个环境，甚至透过我们自己本身向我们来说话，但我们有听见他在说话吗？何况祷告是一个双向的说话，我们将我们自己带到上主的面前，我们讲了我们的需要，我们讲了我们的感谢，我们讲了我们的求救呼求，但同时祷告也是在听我们这位主向我们说什么。也就是当我们读今天的诗篇的时候，其实如云他曾经有这样说，他说大多数的人询问上帝前路的时候，他们会求助书本或是一些文本，一些阅读的方式，借着这些搜集资讯，获取新知识的过程，掌握这些技能艺术，这可以是学位文凭证书。然而这和我们真实读到主所要向我们说的话是两件事。因为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读这些文本的时候，我们不只是阅读一个属灵的书籍，或者是一个神圣的书籍，更是以属灵的方式来阅读。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我们不但是向我们的主来认识我们的主，透过诗篇的话，我们同时也在诗篇的话被主来认识。在今天的这3篇诗篇呢，可以说都是一个求告，一个呼求拯救，也就是诗人他正在一个患难当中，而在这患难当中，透过这3篇的诗篇，让我们觉察到祷告其实是让我们认识上主，也透过认识上主对我们的认识，我们今天的祷告再次让我们明白，我们不只是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不只是将我今天病痛啊，我今天难过啊，我今天有个考试啊，我今天有个面试啊的这些需要带到主的面前，也透过这个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在祷告中被主来认识，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是这样的生命，原来我是这样的渴望，原来我是这样的缺乏。
在今天的这3篇诗篇，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人说141篇是这个大卫他遇到这个坏人、遇到恶人的要挟的时候，所以在那里做一个祷告，因为他愿他自己的生命不因着这些邪恶的势力，或者是说邪恶的试探，自己也陷入在那罪恶当中。所以他的需要就是透过祷告，透过祷告的话语，如香这样子的这些烧香的烟上升到主的面前。透过这个过程中，而且是长长的所以这个烧香的烟，这个祷告如烟一直上升，一直上升，都没有断掉，让他跟上主的关系一直是保持畅通的，以至于他遇到这些邪恶的势力的时候，他不会与他们为伍，甚至被主来保守。所以也就是在祷告当中，他认识到我自己是有限的，若不是依靠这位主，我其实很容易就陷入到这些试探跟挣扎的里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142篇，更是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渺小跟有限。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祷告这首诗歌，他一开始就说，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明了你对我的心意重要，我需要明了主你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你在此时此刻，诗人就透过他的祷告，不只是把他的需要讲出来，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哇，原来这个人他遇见一个患难已经大过他了，原来这个人他在一个绝望的境况中，没有人可以帮助他，甚至他找不到任何的救援，只有主成为他的依靠。所以我说，在祷告中，其实我们是认识上主对我们的认识，这是一个双向的，就好像我们认识一个人际关系，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我们在认识对方的同时，我们其实也被对方认识。而我们今天讲的认识，是认识这位上主。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他是公义的，公义要临到我的身上，但我同时也发现我是不是公义的。所以祷告很奇妙，因为祷告绝对不只是把我们的需要带给上主，而是我们在祷告中也听见上主对我们需要的心意。曾经有人说我们不就是上主都知道我们的需要吗？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因为很多的时候，就像今天录音说的，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明辨。上主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我们知道上主他知道吗？我们知道上主对这个需要的心意是什么吗？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要来祷告。祷告使我们对准上主的心意，以至于就来到143篇，看见诗人这连续3篇都在求助都在求救都在第一个是求主真是救他远离这些邪恶跟试探第二个是求主来救他脱离那个绝望，没有人帮助，在那个很黑暗的地方第3首诗篇更是讲到说，他就像是一个已经关在黑暗里面很久的人，好像是关在黑暗的监牢里面很久的人。所以他透过祷告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知道主正在场，主与我们同在，主带领我们，主帮助我们，而且主认识我。而在这个认识当中，透过祷告，我们好像就在彼此交流，彼此学习。当然我们的主不用向我们学习，是我们向我们的主学习，学习用他的眼光，学习用他的方式，学习相信主的应许，然后就在那当中，我们有时候要行动，有的时候要等候，因为我们深深的认识这位主，他必要拯救我们，并且他要带领我们在那个绝望、求救、看不见前路的境况中，因着他我们得胜，
而这一切的恩典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读到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征兆吗？我们有看见今天的天气在向我们说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主吗？我们有看见今天我们身边的人的经历，有哪一些恩典是我们看见主正在向我们说话的？我们今天有什么需要，我们就要来祷告吧。我还有什么不认识主的，就来祷告吧。上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在每一天的祷告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赏赐我看见我周遭的人，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来见证主你的恩典。主，谢谢你赏赐我们生命气息，谢谢你赏赐我们能够健康，谢谢你赏赐我们能够有余，谢谢你赏赐我们有思辨的能力。主啊，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你所赏赐。你更是透过今天的经文来让我们看见，或许我们在那患难中，但诗人已经告诉我们，你是拯救人的主，你是让我们认识有丰盛慈爱、有公义怜悯的主。或许我们今天没有在患难中，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许多人他在患难中，而我们因着你的保守，我们没有在患难中。主啊，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你，所以我们为我们今天献上感恩。主，你知道我们今天的需要，主啊，你更知道我们对你还有许多的不认识。透过每一天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告诉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要将一切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你必要拯救我们，就如这个 RPG 祷告经文说的，主啊，你是我今生所需要的一切，在你那里的丰富已经让我的身心灵，让我的一生都能够得到满足。而我们要一生来追求，来认识主你对我们蕴含的那些美好心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开心今天跟你分享迦南之声，愿上主赐福你，发现自己的渺小，发现自己的有限，发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发现自己的理想梦想。那我们就要来祷告哦。我是思谦牧师，我们明天见。